弟兄姊妹早晨，今日係聖餐主日，咁我哋喺崇拜開始之前呢，請大家預備我哋嘅心去敬拜我哋嘅上帝。咁咧，請提提大家請你關咗你嘅手機，又或者將你手機校去靜音，避免影響崇拜嘅進行。咁我哋喺崇拜開始之前呢，為以下幾樣嘅事情嚟一齊去代禱嘅。今日係主餐主日，求主使用今日嘅信息，使我哋得到從神而嚟嘅提醒同埋幫助，並且求聖靈感動，打開更加多人嘅心門，願意相信接受主。請為美國去禱告，求神幫助美國能夠回歸真神基督，幫助我哋嘅國家領袖能夠按住神嘅話去治理國家。求主幫助福音能夠喺美國廣傳。求聖靈感動更加多嘅美國人能夠認識基督，歸向真神。亦都繼續為委內瑞拉同埋伊朗國內嘅動盪局勢穩定去禱告，求主賜俾執政者有謙卑愛民嘅心，使到百姓生活同埋利益得到安全同埋保障。亦都求主堅固當地教會喺黑暗中作光，將福音嘅盼望帶俾人。最後亦都為到泰國去禱告，求主打開更加多當地人嘅心，願意相信接受耶穌作為個人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亦都賜俾當地嘅宣教士有勇氣同埋信心，喺困難中仍然能夠廣傳福音。請大家可以喺座位安靜嘅默禱，幾分鐘之後我做一個總結嘅禱告。
主啊，我哋滿懷感恩嚟到你嘅面前，為到今日嘅主餐主日向你獻上禱告，求你親自使用今日所講嘅信息，善終被建立。我哋都將美國呢個國家恭敬嘅交喺你嘅手中，求你國家恭敬嘅交喺你嘅手中，求你憐憫引領，使到美國嘅百姓同埋國家能夠去回歸真神基督裏面，再次尋求你嘅真理同埋公義。懇求你親自帶領我哋嘅國家領袖，賜俾佢哋敬畏你嘅心同埋有屬天嘅智慧，使到佢哋能夠按住你嘅話語嚟治理國家，喺一切決策中都係尋求你嘅旨意，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與你同行。我哋都將到委內瑞拉同埋伊朗交託喺你嘅施恩手中。你睇到呢兩個國家當前所面對嘅動盪不安同埋百姓嘅艱難，求你親自去介入，使到局勢能夠穩定，止息衝突同埋混亂，帶嚟平安。懇求你俾當地嘅執政者有一個謙卑愛民嘅心，唔好為咗自己嘅私利，而係為咗百姓嘅福祉為念。能夠按住公義同埋憐憫去治理呢個國家，使到人嘅生命、生活同埋基本嘅權益得到保障同埋安全。亦都特別為到當地教會向你呼求，求你堅固你嘅兒女，俾佢哋喺困難同埋黑暗中都唔係失望，使到教會好似光一樣嘅照耀住喺黑暗中傳揚真理，喺絕望中帶出福音，使到更加多嘅人願意因着教會而見證而去認識你，得着從你而嚟嘅平安。最後我哋都為泰國呢個土地恭敬嘅交喺你手中，求你以你嘅愛同埋真光臨到當地嘅百姓，打開更加多當地人嘅心，使佢哋願意認識真理，相信並且接受耶穌基督作為個人救主同埋生命嘅主。亦特別為到當地服侍嘅宣教士向你禱告，求你賜下信心同埋勇氣，喺文化差異、壓力、各樣困難嘅時候，都能夠靠住主你站立得穩，唔好灰心，唔好後退，繼續去忠心嘅廣傳你嘅福音。願聖靈親自動工，使到福音嘅種子落喺好土裏邊。亦求你親自保守並且引領每一位為主擺上嘅僕人。願泰國因著你而嚟嘅盼望同埋更新。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崇拜現在開始，請會眾起立。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請會眾仍然站立，同唱世紀頌讚551首，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於最高神，讚美讚美不盡，讚美真神，慈愛最深，讚美真神，人給萬人。讚美真神，聖達天地，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歸於最高神，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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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於最高神。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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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於最高神。弟兄姊妹，讓我哋仍然站立。喺我係牧禱之前，容許我講幾句説話。我家母咧係。琴日咧係好平安咁樣去釋去世上嘅勞苦，回到天家。咁喺當中咧係經歷到大家禱告嘅能力，好多嘅見證。咁真係好感受到咧弟兄姊妹嘅愛護，教會一家
所以我呢一處衷心多謝大家咁我哋一齊低頭禱告我哋榮耀親愛嘅天父，我哋真係將一切嘅榮耀頌讚都係歸俾你。世人唔認識你，真係非常之可惜，因為失去咗好多嘅祝福。主啊，你係創造天地萬物嘅主，你係一切嘅所有嘅審判者。父神啊，我哋真係嚟到你嘅面前，我哋何等大嘅福氣，因着你兒子耶穌基督寫喺十字架上面，讓我哋能夠可以真係得着呢個嘅救恩。父神啊，今日我哋能夠同你有關係，從呢個絕望當中，我哋能夠得着永生嘅盼望。父神啊，何等大嘅福氣！真係唔明白世人點解唔嚟到認識你，唔嚟到打開心門嚟到接受你，因為有咗兒子就有生命，冇咗兒子就冇生命。主啊，我哋求你嚟到幫助我哋，讓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我哋真係作主你嘅見證。父神啊，亦都係睇見我哋一班嘅屬你嘅兒女，我哋何等大嘅福氣，就係我哋好似一家人咁樣喺主裏邊互相彼此嘅相愛，彼此嘅關心，彼此嘅扶持。主啊，何等大嘅福氣！心願好多嘅人唔認識你嘅時候，佢哋都能夠進到你嘅教會，都能夠得着呢個咁大嘅福氣。主啊，感謝你，讓弟兄姊妹都係能夠繼續嘅嚟到將福音傳開。亦都睇見琴日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出去派單張，唔係容易嘅，但係主你都係感動弟兄姊妹，因着愛你嘅緣故。父神啊，我哋懇求你繼續嘅帶領我哋眾教會每個弟兄姊妹，我哋能夠去熱心嘅去侍奉你，熱心嘅去彼此嘅相愛。主啊，求你繼續嘅帶領我哋，悅納我哋今日嘅敬拜，讓我哋能夠無論我哋唱詩，我哋聽道，主啊，我哋奉獻，我哋都係出自我哋嘅真心。主啊，亦都求你嚟到藉住中心嘅僕人陳牧師，將你嘅話語釋放，改變我哋，讓我哋嘅心嚟到敞開。主啊，我哋何等大嘅向主你真獻上我哋嘅感恩。我哋咁樣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請坐。我哋再唱一首嘅讚美詩歌，齊來頌讚耶穌聖名。齊來頌讚耶穌聖名，天水一同伏拜，奉獻冠冕兩手高舉，同主萬有主宰，奉獻冠冕兩手高舉，同主萬有主宰。以色列民被贖免疫，你們一齊感恩，奉獻冠冕兩手高舉，同主萬有主宰，奉獻冠冕兩手高舉，同主萬有主宰。萬國萬民各族各邦，人人應當敬拜，奉獻冠冕兩手高舉，同主萬有主宰，奉獻冠冕兩手高舉，同主萬有
在。我祝願同天上萬靈在主面前伏拜，歌唱讚美頌揚主名，同主萬有主宰。歌唱讚美頌揚主名，同主萬有主宰。
跟住落嚟係主餐嘅時間。主餐之先，我哋再唱一首詩歌，在主聖桌前，讓我哋預備好個心，一齊領受主嘅聖餐。在這神聖時候，到主桌前，求在你愛中使我靠近你，引導我心與你，罪惡思念，得進入你的愛意與歡聚。內為讓我你每日用的恩受撫摸引你，使我親細因信主人滿溢，直到那日回天家享安息。邀請弟兄姊妹，凡係藉住水禮，不論係浸禮或者係點水禮，你喺眾人嘅面前見證咗你係一位相信接受耶穌基督嘅門徒嘅，我哋都邀請你嚟一齊用呢個餅、用呢個杯嚟到紀念我哋嘅主。聖經教導我哋喺食呢個餅同埋飲呢個杯之前，人應當省察自己，然後先至食呢個餅同埋喝呢個杯，讓我哋有一段安靜嘅時間。司琴可唔可以幫我哋將頭先嗰首嘅詩歌嚟到輕輕嘅嚟到彈兩次？我哋每一個人喺位置上邊安靜，我哋嚟到省察自己啊！天父上帝，你嘅眾兒女帶住一個感恩嘅心，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嚟到呢個主餐桌前。主，我哋知道，因為愛，你差派你嘅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邊，因着愛，耶穌為我哋嘅罪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邊，亦都因着你嘅大愛，你叫耶穌基督從死裏邊復活，而且有一日，我哋所信靠嘅呢位耶穌基督，佢必然會喺榮耀嘅當中再來接我哋每一個嚟到去返到天家。天父，我哋感恩，因為呢啲嘅一切係我哋唔配，卻係你賜下嘅恩典。今日喺呢個時刻，喺食呢個餅、喝呢個杯之前，主，我哋再一次省察我哋自己。主啊，也求你嚟到去恩待我哋。你嘅應許話，我哋若認自己嘅罪，你係信實係公義嘅，必然要嚟到去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因此，主啊，我哋懇求你再一次用基督耶穌嘅寶血嚟到遮蓋，嚟到潔淨。主，我哋承認我哋嘅軟弱，承認我哋嘅虧欠，承認我哋隱而未現嘅罪。求你嚟到去赦免我哋，讓我哋食呢個餅、喝呢個杯嘅時候，
主，我哋能夠因此被你嘅愛加倍嘅激勵，讓我哋可以願意更加嘅快跑嚟到跟隨你，更愛你，更全心全意嘅嚟到去侍奉你，亦都更加嘅彼此切實嘅相愛。我哋如此嘅禱告感恩，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我哋唔知道喺我哋在座當中有冇弟兄姊妹，你仍然未攞到呢個餅同杯嘅？請你舉個手。我哋兩位執事會嚟到去幫忙你。如果有未攞到嘅，讓我哋一齊恭敬嘅站立。主耶穌喺被賣嘅嗰一夜，佢同門徒一齊食呢一個逾越節嘅晚餐。喺食嘅時候，耶穌攞起餅嚟，祝謝咗，然後就將餅嚟到擘開。佢遞給門徒，佢對門徒話：呢個係我嘅身體，為你哋所捨，為你哋所擘開嘅，你哋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讓我哋將我哋杯上邊最上邊嗰層薄嘅玻璃紙先打開，將白色嘅餅攞出嚟。我哋都存住一個感恩嘅心，一齊嚟到吃這餅，嚟到紀念主。喺飯後，耶穌照樣嘅拿起杯來，祝謝咗，然後遞給門徒。佢話：呢個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你哋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我哋將我哋杯上邊紫色嗰個地方小心慢慢嘅嚟到去打開。讓我哋仍舊存住一個感恩嘅心，一同嘅嚟到喝這杯，一同嘅嚟到紀念主。而家讓我哋用耶穌教導門徒嘅禱告，又就係主禱文，一齊獻上我哋嘅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請坐。聖經話俾我哋聽，當耶穌食完呢個逾越節晚餐之後，佢同門徒就去客西馬尼園嘅地方。佢哋出去嘅時候，一邊走一邊嘅唱詩。我哋要嚟唱一首嘅詩歌，耶和華你是我的神。呢個係取自詩篇第3篇。我哋一齊唱，一齊嘅嚟到感恩，一齊嘅嚟到去讚美神。喺講道之先，我哋唱一首嘅信息詩歌《耶和華你是我的神》。當我收到呢隻詩歌嘅時候咧，入邊嘅旋律好好聽，入邊嘅歌詞都好感動我。我希望呢入邊嘅歌詞都感動大家，準備我哋嘅心
去領受啲今日嘅信息。我唱第一次、第二次之後，請大家一同加入。耶和華，你是我的神，我要時時稱頌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縱然仇敵圍要攻擊我，在你懷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勝。我哋一齊嚟。耶和華，你是我的神，我要時時稱頌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我抬起頭的神。縱然仇敵圍要攻擊我，在你懷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的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勝。縱然仇敵圍要攻擊我，在你懷中必不怕遭害。外在亦都係內心裏邊嘅屬靈爭戰。點樣可以喺每一次嘅爭戰當中都能夠打勝仗，都能夠獲勝，都能夠贏呢？今日係我哋一齊要思想嘅。神嗰位創造我哋嘅神，要我哋過嘅係一個得勝嘅人生。喺舊約裏邊有一位嘅人物叫做約書亞，你會諗起咪有一本書，其實聖經都係咁講嘅。哥林多前書第10章第11節嗰度話，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正唔係就係呢個意思咩？他們從前嗰啲人所遭遇嘅呢啲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喺我哋嘅聖經裏邊留落嚟，正是係警戒我哋呢一啲咩啊？末世嘅人啊！聖經咁厚啊，一本書有66卷，其中有一半嘅篇幅係講到歷史啊，以前啲古人啊，啲古事啊。如果聖經我哋話神嘅話語裏邊有咁大嘅部分係呢啲古人古事，係啲歷史嘅話，你諗歷史重唔重要啊？梗係重要啦！你寫本書有一半係關於某一啲嘅事情嘅話，當然嗰個係好重要啦。唔係話揾啲嘢塞落去，整本書厚啲好睇啲，唔係啊！呢個神嘅話語嚟㗎。但係問題有人會問陳牧師，呢啲係好耐以前嘅事啦，2000年前啊，同我哋而家我哋話 applicable 咩？仲可以應用咩？以前都冇電腦、冇手機、冇我哋咁多資訊，以前嗰啲嘢同而家仲有關係咩？你問啲後生仔嘅時候，佢哋成日都會咁諗啊 ，irrelevant 冇關係。其實有嘅兩個原因，話俾你聽。點解呢啲2000幾年、3000年、4000年、5000年前嘅歷史，其實對於我哋好有關係？因為呢個係記載喺神嘅話語聖經裏邊。第一，我哋嘅神所信靠呢位神，佢係永恆不變嘅神。
佢係永恆不變嘅神。雅各書第1章嗰度17節話：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我哋同亞伯拉罕、同摩西、同大衛所面對、所信靠嘅係同一位神。人會變，神會唔會變啊？不變。人嘅想法會變。你後生嗰陣時諗嗰啲嘢，認為好有價值嘅，而家俾我都唔要啦。啲細蚊仔爭餐死嘅，打餐死嘅，要嗰啲嘢，我哋喺旁邊望一望，哎呀，得啦得啦，阿嫲嫲阿爺爺買多個俾你就得啦，咁搏命做咩？咁有啲咩咁不得了呢？我哋嘅人嘅想法會改變。其實呢個社會好多嘅事情都改變。以前成日會揸住某一本書當做係經典，哇！呢個書裏面點樣講？哇！我要咁樣做。但係事實上，當環境繼續去改變嘅時候，福音唔改變，但係有好多嘢喺改變嘅當中。但係神卻唔係咁樣。神好老啦，幾千歲啦，幾萬歲啦。神有冇改變呢？冇。神對事情嗰啲嘅睇法，嗰啲嘅原則有好多，一啲都唔改變。神對待佢嘅兒女，不論係古代嘅以色列人也好，或者係現今嘅基督徒，你同我都係一樣嘅。因為神係永不改變，所以我哋可以藉住聖經神嘅話語裏邊嗰個歷史嚟到去認識佢。第二個亦都唔改變嘅係咩呢？人性啊！人性亦都冇改變啊，係咪啊？人有罪性，過去嘅人會講大話，會妒忌，會埋怨，會驕傲，會受到誘惑。而家你同我會唔會啊？冇，時代進步啦，歷史已經，科學已經點啦，醫藥好昌明啦，所以人唔會再講大話噶啦。當然唔係啦，人唔會再去妒忌噶啦。當然唔係啦。過去嘅人內心裏面會掙扎，一方面好想愛神，但係另一方面又捉住呢個世界。而家呢，你同我有冇咁樣嘅掙扎啊？有。摩西嘅時代喺曠野漂流嘅以色列人，大衛嘅時代喺耶路撒冷嗰啲嘅居民，同我哋21世紀攞住個手機、攞住個電腦，好方便嘅現代人，裏邊都係一樣嘅。人性冇改變，亦都因為人性仍然係相同嘅，所以古人嘅經歷可以成為我哋現在嘅人、現代嘅人嘅鑑戒。成為我哋嘅教訓，去警惕我哋。翻嚟，我哋今日要思想嘅係約書亞。約書亞咧，佢係邊個咧？咁約書亞佢係我哋翻睇個歷史嘅時候，神從挪亞嘅第10代嘅後裔當中揀選咗亞伯拉罕，同佢立約，從一個人咧到一個家，同一個族，然後一個國家。以色列至終成為咗承受應許嘅選民。然後700多年之後，喺亞伯拉罕700多年之後，神就興起咗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呢一個喺埃及為奴之地，讓佢哋咧係成為一個聖潔嘅國度。但係當佢哋出咗埃及，佢哋去到西奈嘅曠野，喺摩亞嘅平原，呢啲嘅選民多次嘅背逆，以至於佢哋最後尾因為不信，因為對神嘅背逆，佢哋喺曠野漂流40年之久，直到第一代喺埃及出嚟嘅人，全部都倒斃喺曠野啦。到最後尾，連摩西自己，佢係功未成，卻要點啊？身退。佢都入唔到迦南地，只係睇到。但係就喺呢個時候，神親自揀選，預備咗約書亞。約書亞出現啦，成為摩西嘅繼承人，帶領以色列人進入呢一個
應許之地。講起上嚟，約書亞係一位長勝將軍嚟㗎。點解咁講呢？因為喺約書亞帶領嘅底下，你翻去睇下約書亞記嗰個24章裏邊，佢帶領以色列人嘅軍隊，曾經咧喺3場非常重要嘅戰役當中嚟到得勝。其中包括邊一場啊？第一場係耶利哥城啦，最有名㗎啦。我有啲下邊嘅圖片啊，呢個就係考古學佢哋睇到嘅耶利哥城。發覺咧有啲又話咧係佢嘅城牆咧係向裏邊倒嘅。你翻去睇呢個記載，應該喺約書亞記第6章嘅地方講到攻打呢個耶利哥城。唔單止係咁啊，約書亞之後亦都帶領以色列人係打敗咗30支起碼30個王呢啲嘅敵軍，算唔算係長勝將軍啊？應該係啦。有一場仗輸咗，不過唔關佢事嘅，係關一個人叫做亞干係嘛？你知亞干英文嘅串法係 ACHAN， 我成日話就係我啦 ，Achan。咁應該係 Achan 啦。如果你讀嘅時候，不過佢係 ACHAN 就係 Achan 啦，就係約書亞長勝將軍嚟㗎。喺約書亞裏邊記載，以色列喺建國嘅初期學到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功課，就係爭勝得勝係藉住信靠，而且係信服神嘅話，而唔係依靠軍力或者人多勢眾。我哋陣間會再翻嚟回答，再更深嘅嚟到去思想呢個問題。神點解會揀約書亞呢？其實都幾值得我哋去思想嘅。約書亞最早出現嘅時候，唔係喺約書亞記，而係喺民數記。喺嗰個時候，摩西已經帶領以色列人嚟到出咗埃及，嚟到迦南嘅邊境啦，要準備入去啦。於是咧，摩西差派12個探子入到去迦南嗰度去探路。你記得呢件事嗎？喺民數記13章，喺嗰度咧，將佢哋要求摩西要求每一個嘅支派派一個嘅代表，而以色列人有12個支派。所以呢，總共有12個探子喺嗰個地方，12個探子嘅名都記載喺裏邊。其中有一個叫做何西阿。何西阿係當佢被選咗出嚟之後，摩西同佢改咗個名叫做約書亞。哦，係咁樣出現嘅。你知道嘛？喺聖經裏邊改名好大件事㗎。你記唔記得有個人本來叫做亞伯蘭，改咗叫咩名啊？你哋對聖經都幾熟喎，OK？ 所以咧，聖經裏面有改名嘅時候係相當重要。有個叫掃羅，後來改咗個名叫做，你哋又知道嗬？好啦，唔考你哋啦。喺嗰度話俾我哋聽，當時10個探子翻嚟做非常之負面嘅報告，以至於叫以色列眾民，哎呀，埋怨神，埋怨呢個摩西。有2個人獨排眾議啊！我哋話，佢話唔係啊，嗰個地方真係好好噶，神咧帶領我哋就可以去得着噶啦。呢兩個人係邊個啊？一個就係約書亞啦，另外一個係迦勒。喺民數記13章嗰度第30節。嗰度話到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來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好似淨係迦勒講嘢，約書亞冇出聲。嗰度冇記載約書亞有講乜嘢。然後去到民數記第14章嘅時候，我哋發覺，繼續，因為當時咧神好唔喜悅呢個事情。但係摩西苦苦哀求之下，神終於寬恕咗以色列人。然後喺後邊，神繼續透過摩西佢話：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的列祖所起誓應許之地。凡藐視我的，一個也不得看見。呢個就係為什麼點解後來呢一啲出埃及嘅喺
嗰一代嘅喺個曠野嗰度一個一個嘅倒閉，但係神繼續講，佢話唯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你有冇注意唯獨嗰兩個字啊？咁約書亞喺邊啊？唯獨迦勒喎，好似冇約書亞份喎。去到希伯來書第11章，嗰章我哋稱佢叫信心嘅乜嘢啊？英雄榜啊！信心嘅英雄榜，你記得嘛？將嗰啲舊約裏邊好有信心嘅人一個一個咧都列出嚟，從亞伯拉罕啦，有摩西啦，摩西之後咧排到邊個咧？你話啦，應該排到邊個啊？應該係約書亞啦。嗰度有講到耶利哥城嘅得勝。據一啲聖經學者話，嗰度嘅記載好得意啊！佢講到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咧圍繞7日，城牆就倒塌了。原來嗰個意思，佢話城牆咧就無端端就倒下來了。有一啲聖經學者睇佢原來嘅字，即係話冇咩特別嘅原因，咁就成個城牆就跌咗落嚟啦。有記耶利哥呢一場嘅戰役嘅得勝，有記耶利哥裏邊有一個妓女叫做拉合，因為信心佢同佢一家人得救，但係約書亞連提都冇提。摩西冇辦法完成嘅使命就係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邊個完成咗啊？約書亞。但係喺信心嘅英雄榜裏邊，約書亞居然榜上無名。你有冇留意過啊？好似好唔公平喎。或者暫時我哋放低呢件事先。喺約書亞嘅裏邊，當神喺一開始嘅地方，約書亞記1章1節講到話：我個僕人摩西死了。然後神就呼召約書亞嚟到肩負呢個重任。喺約書亞記第1章第6到第9節，可以話係整本約書亞記約書亞嘅呼召，一個非常之核心、好重要嘅事情。我哋一齊嚟讀啊，好嗎？約書亞記第1章嘅第6到第9節，有嗎？請再落下一章。下一章嘅 slide 係啦，第1章第6到第9節，我哋一齊嚟讀。請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裏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呢4節嘅經文可以話係約書亞記裏邊嘅精華。面對住未曾走過前面嘅道路，神對約書亞有2個要求，只係2個要求，就係要佢剛強壯膽同埋謹守遵行。你發覺呢段經文裏邊不斷嘅嚟到重複呢兩句嘅說話，從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方式話俾佢聽，你要剛強壯膽，你要謹守遵行神嘅一切嘅話語。可以來係啦，打仗嘅話當然要剛強壯膽啦。但係呢度神對約書亞講，叫佢剛強壯膽做嘅事情，唔係話咁你就衝鋒，就咧勇敢嘅去打啦，去殺啦。唔係喎，神喺呢度同約書亞講話，你剛強壯膽要做嘅事情係乜嘢啊？謹守遵行神嘅律法、神嘅話語、
神一切嘅誡命。世人追求道路嘅亨通，凡事順利嘅話，常常係要靠努力啦、自己嘅才幹啦、人脈啦嘅聯絡啦、關係啦，甚至可以係不擇手段嘅。但係呢度神好清楚話俾約書亞聽，你嘅能夠凡事亨通，凡事能夠順利嘅話，係因為要剛強壯膽地去謹守遵行神嘅話。其實我哋諗下呢個係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嚟嘅。神嘅話語，當我哋去遵行嘅時候，你就喺神嘅眼中會蒙福，有神嘅賜福，你點能夠唔可以唔會喺凡事上邊嚟到亨通，嚟到順利呢？當剛強壯膽呢句說話，其實喺約書亞嘅身上用咗13次咁多，前前後後唔同嘅地方。而摩西呢，你去查一下，只係2次啫。似乎覺得，約書亞呢個人，梗係呢好好細膽嘅，好驚青嘅，好多嘢呢都會好懦弱嘅。於是呢，神呢就鼓勵佢，提醒佢，可能係啦。但係我哋睇到剛強壯膽，唔係只係喺約書亞要面對呢個戰爭，要面對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好多嘅硬仗要打仗啦，而喺嗰個時候咧去吩咐佢嘅，或者咁講啊，考試之前、見工之前，甚至咧談戀愛之前，你咧會將所有嘅事情點啊，非常之迫切嘅交託俾神，會剛強壯膽地嚟到咧向神禱告，求主咧嚟到帶領你。不過唔知有幾多人咧考試完咗啦，你仍然繼續不停嘅禱告咧？你咧嘅事情、你嘅 project、你公司嘅所有嘅嘢處理晒好啦，你仍然繼續係咁迫切嘅嚟到禱告啦？仍然係咁樣嘅嚟到去信靠交託俾神呢，將凡事都仰望呢。對於約書亞嚟講，打仗未知個結果，但係佢會完全嘅絕對需要剛強壯膽嚟到謹守遵行神嘅話語。但係事實上俾我哋睇到，整個嘅以色列民族係喺佢哋打完仗之後，當佢哋安居樂業嘅時候，其實佢哋更加需要去剛強壯膽，去遵行神嘅話語、神嘅旨意。點解會咁講呢？喺約書亞記第23章到結束嘅時候，第6節，約書亞臨終之言話俾以色列人聽，佢話：所以你們要大大嘅壯膽，謹守遵行寫在摩西律法書上嘅一切話，唔可以嚟到偏離。然後第7到第8節提醒佢哋：你哋同其他嘅國民住埋一齊嘅時候，唔可以去敬拜佢哋嘅神啊，唔可以去拜偶像啊，你哋只能夠拜嗰位獨一無二嘅真神啊。約書亞喺嗰個時候提醒佢哋要大大嘅壯膽，剛強起嚟，遵行神嘅律法，唔好去拜嗰啲嘅偶像啊。困難嘅時候倚靠神，其實講起上嚟唔係真係咁難。但係當我哋食得好、住得好、一切都好安逸嘅時候，要仍然繼續全心全意嘅去倚靠神嘅話，其實真係一個挑戰嚟嘅。我哋可以諗一諗我哋自己嘅屬靈嘅生命啊！我哋係喺最困難嘅時候，我哋唔係最多祈禱，最多跪低嚟祈禱，去祈求神、哀求神，我哋感覺同神如此嘅親近。但係當我哋一切都係咁順利嘅時候，我哋仍然有跪低、有流淚、有迫切嘅嚟到禱告嗎？喺申命記31章，就係摩西佢臨終嘅時候，
19節嗰度，神同摩西講，佢話：現在你要寫一篇歌，教導以色列人，傳給他們，使這歌見證他的不是。神要責備以色列人乜嘢呢？接落嚟第20節，神話：因為我將呢啲以色列嘅百姓領進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嗰個流奶與蜜之地，他們在那裏吃得飽足，身體肥胖，就必偏向別神，侍奉他們，藐視我，背棄我的羊。你上一次諗起你嘅車原來有個 spare tire 嘅，有個備胎嘅，你去檢查一下係咩時候啊？今日朝頭早臨出門嘅時候，如果你經常都去檢查嘅話，你真係唔簡單。上一次諗起去揾嗰個 spare tire，係咪你爆胎嗰陣時啊？你架車出問題嗰陣時，你就去揾。上一次你咁用心嘅去尋求神、禱告，係咩時候呢？求主幫助我哋。如果每一場嘅勝仗之後，講起上嚟係讓以色列民進入一個更危險嘅時候，以為打贏仗係一件好事啦。每一場仗讓我哋更加嘅進入到流奶與蜜之地，原來係讓我哋面對更大嘅試探同埋引誘，會離開神、背逆神而去拜偶像。呢個係非常之值得去思想、受警惕嘅。神如果讓我哋贏咗咁多嘅勝仗，然後喺最尾嗰一場輸咗嘅話，幾咁可惜呢？幾咁可惜呢？喺芝加哥嘅南部有一間教堂嗰度，牆壁上面有一句咁樣嘅說話，佢話呢：你係世界上邊獨一無二嘅，你係呢個世界上邊獨一無二嘅，同唔同意啊？當然同意啦 ，One and only， 你同我，你係世界上面獨一無二，我都係世界上面獨一無二嘅。然後佢下邊繼續話：現在嘅你係上帝給你嘅禮物，然後將來嘅你係你給上帝嘅禮物。意思即係話，而家你嘅生命成為神嘅兒女，得着神嘅祝福，係神俾你嘅禮物。但係盼望我哋領受咗神嘅恩典祝福，明日喺領受呢個祝福以後，我哋就會成為我哋可以俾上帝嘅禮物。透過我哋嘅生命，生命唔再一樣。點解神會大大嘅嚟到使用約書亞呢？到約書亞嘅24章結束嘅時候，有一句咁樣嘅說話。約書亞嘅24章31節嗰度話，我哋一齊嚟讀啊！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諸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華。有冇注意到？其實整本聖經裏邊唯一嚟到去神俾約書亞嘅一個嘅評價，甚至好似喺佢嘅墓穴喺個墓碑上邊刻上呢幾句說話，就係話約書亞在生嘅時候，在世嘅時候，同埋佢死咗之後，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華。親愛弟兄姊妹，我哋有生命氣息嘅時候，我哋喺呢度努力傳福音、侍奉。好多人因着我哋得到鼓勵，但係有一日我唔喺度之後呢，我嘅生命係咪仍然會繼續被神所使用嚟到去影響其他嘅人，讓嗰啲人繼續侍奉神呢？抑或係有一日我唔喺度嘅時候，冇咩分別嘅，好似一本書多咗一頁少咗一頁，冇咩關係。盼望並非如此。我哋嘅生命喺活着嘅時候，
喺唔喺度嘅時候，仍然因着信心可以說話。呢個係希伯來書裏邊所提到嘅，讓我哋嘅生命不斷嘅被神嚟到使用。喺人生好短嘅日子裏邊，我哋願意神使用我哋，唔單止係讓我哋自己受住改變，亦都因着我哋嘅生命，別人去認識神，別人嘅生命得着改變。唔係我哋去改變，乃係神去改變。我哋一齊禱告啊！天父上帝，我哋感恩，讓我哋今日透過約書亞對歷史、聖經嘅歷史，對我哋個人嘅生命，主啊，我哋有一啲嘅反思。求神你藉住你嘅話語向我哋每一個人說話。神啊，冇錯，我哋都願意，我哋成為你手中嘅器皿，被你嚟到使用。我哋嘅生命，不論係活着，又或者死咗，主啊，我哋仍然被你嚟到使用。我哋嘅生命繼續嘅可以為主做見證，嚟到發出亮光。求神你咁樣嚟到恩待賜福於我哋，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唱一首回應嘅詩歌，第世紀頌讚418首，靠主剛強。我哋會唱晒3節。但係第3節我哋唔會轉調嘅，仍然會唱翻原本歌調。一齊站立唱，喺唱呢首詩歌嘅同時，如果你有咩立志，有咩嘅觸動，特別你願意打開心門嚟相信接受耶穌基督嘅，歡迎你嚟到台前，我哋一齊為你祈禱，我哋一齊唱呢首回應詩歌，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靠他大能帶你，全能主為你保障，永遠不移。你必得力如鷹，似將他求告主名，靈面屬你。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哦剛強的勇士，因主必因你。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你當歡欣，靠主得勝利。要傳大救主，坐持全副軍裝，當全神信靠主必永固不離。任何盡知他人你與同在，光照你前路是邪惡遠離。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做剛強的勇士，因主必因你。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你當因靠主得勝利。靠主得剛強，世作剛強勇士，因大能力如水必戰勝仇敵。勇敢前，靠主必定得勝，無論你將何處必護庇。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做剛強的勇士，因主必因你。靠主剛強，靠主得剛強，
嚟到歡欣靠主得勝利。我哋一齊低頭祈禱。真係天父，感謝你藉住你嘅僕人陳牧師嚟提醒我哋要過一個得勝嘅人生，我哋要靠你剛強。主啊，係嘅，好多時候我哋去面對人生嘅高山低谷，但係你講俾我哋知，要剛強壯膽，亦都要謹守遵行你嘅話語。主啊，我哋特別繼續為趙傳道一家獻上禱告。求你特別安慰佢哋，亦都保守佢哋後事嘅處理都能夠順利。仲有我哋都為宋慧貞姊妹獻上禱告，佢話佢最近有啲嘅鼻過敏，花粉嘅過敏，佢同佢先生都有。仲有求你大能嘅手醫治佢，保守佢，讓佢能夠出入平安，免受疾病嘅侵擾。阿美姊妹佢今日特別嚟到台前，佢感謝神保守看顧佢生命當中嘅一切，知道佢可能亦都經歷，包括佢家人經歷一啲人生嘅高山或者低谷，但係感謝你嘅恩典，你嘅恩手拖帶，讓佢哋全家都能夠平安嘅度過。求你繼續保守佢哋一家。無論將來遇到任何嘅困難，都能夠靠你剛強，都能夠謹守遵行你嘅話語。最後我哋亦都繼續為有 Wendy 姊妹獻上禱告，知道佢而家已經進入臨終關懷嘅時候，而家喺屋企，主啊，係唔容易，特別為佢嘅仔同埋孫女獻上禱告，知道佢哋仲未認識你。主啊，求你聖靈嚟親自感動，同佢哋嘅母親同佢哋嘅奶奶嘅身上，可以睇到美好嘅見證。有一日願意打開心門嚟相信接受你，亦都減輕 Wendy 姊妹嘅痛楚，讓佢有平安有喜樂。仲有我哋都繼續為陳德全牧師嘅女婿 Alan 牧師獻上禱告，亦都知道佢而家仍然亦都係喺一個臨終關懷嘅時候，非常嘅唔容易。求你看顧你終生嘅僕人，看顧佢哋全家。佢仲有3個細路仔，有啲仲喺度讀書。求你特別嘅安慰，求你特別嘅保守，亦都供應呢個家庭所需嘅一切。又話你係以勒嘅神，必按照你嘅時候嚟供應你僕人家庭嘅需要。最後我哋仲有好多各種各樣嘅需要，求你哋保守看顧，亦都求你藉住我哋手中嘅器皿，我哋有限嘅資源，可以去傳遞你嘅好消息，亦都將你嘅愛去喺我哋呢個大嘅家庭當中能夠傳播，我哋能夠彼此嘅相愛同埋相顧，因為呢個係你俾我哋嘅大誡命。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你，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請坐。接住落嚟，我哋繼續以奉獻嚟到敬拜嘅。咁大家可以透過以下幾種方式進行奉獻嘅，包括使用禮堂外面嘅奉獻箱啦，或者將奉獻嘅支票郵寄到去教會嘅辦公室，又或者去到教會嘅網站進行網上面嘅奉獻嘅。咁我哋而家先為獻金一齊祈禱。親愛天父，感謝你一直以嚟嘅供應同埋帶領，讓到我哋每日都有足夠嘅生活。今日我哋帶住感恩嘅心，將從你而嚟嘅金錢奉獻俾你，求你悅納，使用呢啲奉獻，讓到教會嘅事工可以繼續發展，讓到更加多嘅人可以聽見福音，經歷你嘅愛。亦都求你感動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願意參與教會嘅侍奉工作，無論喺邊個崗位上面，都讓我哋一同去同心侍奉，建立教會。願我哋嘅生命、時間、恩賜同埋金錢都成為你手中嘅器皿，被你使用。我哋咁樣禱告祈求，係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我今日代表教會歡迎第一次嚟到我哋當中嘅來賓。咁當我讀到你名字時候，請你唔好客氣，企起身，讓大家嚟到認識你。
Teresa Chan 喺我左手邊，歡迎你。佢係一位基督徒嚟嘅，佢係喺我哋嘅教會網站咧睇到而嚟我哋度嘅，歡迎你。係，你可唔可以有冇嘢需要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就好似頭先你講，我叫做陳世貴啦，中文名。咁我係剛啱喺北加州三藩市嗰邊南加州，喺呢個南灣嗰邊搬過嚟嘅。OK， 歡迎你，歡迎。我都信主咗，信咗好多年㗎啦。咁樣，一直都有去教會。好，歡迎你，歡迎，請坐。咁咧都希望新嚟嘅朋友可以散會之後留步，讓我哋嘅執事傳道人都可以能夠更加多嘅認識你。亦都唔知道有冇遺漏？請問我左手邊有冇第一次嚟嘅新朋友？左手邊嘅中間呢？我右手邊中間，最右手邊同小房間，其餘嘅都係熟悉嘅弟兄姊妹啊。咁好啦，我哋仲有啲家事咧，希望想大家留意㗎。我哋去年度嘅無拉底聖誕宣道奉獻咧，總共收到465766個02嘅，感謝上帝嘅恩典啦。願神祝福大家嘅愛心奉獻，繼續支持宣教事工。2026年度嘅夏令退休會會喺5月23號至25號喺 Biola University 舉行㗎，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啦。祈禱會會繼續喺星期三晚嘅7點至到8點鐘喺正堂131室同埋線上面同時進行㗎。如果有代禱事項，請聯絡取傳道。2026年嘅短宣機會說明會會喺2月15號，即係下個禮拜嘅主日1點半喺嘉惠堂102室舉行㗎。咁如果有負擔嘅弟兄姊妹咧，記得預留時間參加啦。2月22號主日禮拜之後咧，會有農曆新年嘅午餐聚會。咁咧喺崇拜完咗之後咧，就會即刻開始㗎。咁會有一啲簡單嘅餘興節目，中途不設休息㗎。咁粵語堂嘅會員班亦都會喺2月22號1點半喺 G104室度上堂嘅。咁凡係願意加入教會或者預備受浸嘅弟兄姊妹咧，請務必要參加啦。詳情同埋報名請聯絡取傳道。2026年今年度暑期聖經學校 VBS 會喺7月27號至到31號舉行啦。請各位家長留意啦。咁報名咧會喺6月份係開始嘅。唔知仲有冇補充 ？OK， 咁提大家記得將你今日聖餐嘅 container 完咗崇拜之後咧帶嚟會堂啊。咁好，請弟兄姊妹站立，我哋同唱三一頌之後請牧師祝福。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人，天使天君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我請陳牧師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眾弟兄姊妹們同在，從今時一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請坐，安靜默禱之後散會。離開嘅時候，
請弟兄姊妹可以彼此問安、彼此溝通、彼此認識，好嗎？上帝賜福大家。